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4月20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议员嘉良界上午总质询批评行政院长赖清德，搁伫咧操控台南开始，除了要求代理市长李梦燕要勇敢面对起帮恶税民怨的问题，并且搁要想办法来解决。同时，面对着台南大地动善款大约还有20亿，到底要安怎处理？议员也要求要退款。关乎花莲地动，虽然面对是代理市长，不过议员嘉良界上午的炮火无减，一开始除了质疑伊各项代志该清示赖清德院长，加上院长支持台独的发言，让台南的观光业更加困难。所以要求代理市长伫卸任进前，若要历史留名，就要勇敢面对民怨，卖个去帮恶税。议员强调一定有办法，也无我来做代理市长，临时杀价李丽丽。你是最有权利会当处理的人，市长本来就有权宜施政的权利。你现在唔敢勇敢面对，讲今年事实歹趁食，各行各业拢唔是介好，比过去无成长。那呢，我虽然身为代理市长。我愿意来说服委员会，就是今年的帮恶税，卖去暂停。哦，这个要起的，这13%暂停。安尼你就是台南市历史留名。接续议员才了解0206大地动善款的运用，除了质疑过去捐款运用伫土壤异化，根本有白条卡嫌疑，嘛进一步要求地动现有款后续处理。感谢党向监督委员会提案，转来关乎花莲地动，甚至退回捐款，伊嘛以捐款人的身份加倍捐互花莲。你退回转来，阮若要捐互花莲，我的代志嘛。你无要退回我，你即摆问看我要同意无？我要同意无？你甲我捐的钱照比例摕倒来。我捐花莲，我搁加一倍。如果谢议员有那45%，你要退我9万。我搁也捐18万，恁都无这个爱心嘛？恁当作一人一家代嘛，公嘛随人财嘛，敢是安尼？一个是的，就讲，这个捐款人如果愿意，他可以退回，这第一种。好了。第二种，他也可以改指捐款。退回是恁主动退回，还是捐款人爱来甲恁要求？捐款人提出申请啦。爱提出申请，你甲要退就对了。第二就是讲，他也可以指定捐别的社福团体。社福机构，比如说，包括像花莲，这个办法敢公布啊？目前我们还在草拟这个草案。因为市长会长无法度完整回应，需要新闻处发表书面声明，表示台南地动大概43亿善款，目前也剩大约20亿，初步打算成立专户，扣除保留金以后转做赈灾基金会。不过草案也是要等维管顶3栋大楼重建完成，搁再决议。指议员提出退款意见，市府表示目前正由社会局评估当中。等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位伫宁德300外景工厂，每一工所排放的污染，因为随着风势，拢飞到东区好尾寮。毛议员詹培雅伫咧市政总质询的时阵，积极向市府来订情，要求环保局爱成立专案，彻底来处理。空气污染的问题严重，嘛互好尾寮加高级主体重点发展区受害。议员詹培雅表示，艺术认定一家工区工厂所排放的污染，就是上大污染源头，所以质询当中要求环保局成立专案小组来处理，确实掌握污染源为民众的健康把关。交通跟工业的排放啦，6城啦，3城是境外的遗入啦，一城是自然的产生啦。我想不排除啦，是干胶的排放啦。至于一家遐是不是异味都来自一家，我不知道，我也不能乱讲话。但是我想说，我要求你成立专案小组。是。
吼。没有问题。下晡就开始哦。下晡就开始的时阵，你就爱开始啊。是。饭时豆腐煮会当做你的窗口。好，伊的迄个味就是讲吼，就是我议员讲着，伊可能是药水味、塑胶味，还是一般的迄个臭味，吼，伊拢总有300几间工厂伫遐，吼。那阮即摆要做的做法，讲除了讲较早咧做的方法，定期去甲巡查，还是讲有迄个定情可以透过1999等等来定情以外，吼，我即摆有一个做一个迄个较科学化的。哦，我也去遐哈，整39基我们的这个所谓的那个空气盒子，哦，做一个连续。空气盒子。对，因为它这跟300多家的那个。你觉得它有效率就对了。对，因为我用空气盒子，我就可以掌握可疑的污染源。另外，议员嘛进一步为东区人တင်情，因为淡市选会日前公布立委选区调整的初步方案，将东区45里分做2边，已经引发当地真侪反弹声音。所以议员嘛强烈要求市长听出民意，将抢救东区版图的完整性积极向中央选会反映，唔通为着某一个人参选所打造的政治可能，煞牺牲掉东区的整体性。电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为着选区内地方建设，议员林全忠上午针对着深化护岸的治水工程、山上水道博物馆以及农路改善等一一关心，同时也争取着相关的经费。过去但风台落大雨，虎头埤下游照排水袂利，就造成深化的重水。虽然护花保护工程已经完成，互民众松了一口气，不过议员林全忠进一步表示，李子维桥段上游护花也有200公尺并无施作，除了也有淹水的顾虑，嘛影响到桥体安全。所以会中积极要求水利局重视。对此，局长表示，护花工程已经争取中央的前瞻计划，渴望明年得当发包施作。平的这护花，来甲维护一下。下晡我知影伫虎头埤个下游落来，下晡大多数吼，这个护花拢有做啦。对。遮太平洋遮嘛算做都市计划内呢。对。这段已经有够久啊。特别若落较大的，因为300当前的雨较少啊，这300当后的迄个雨有够大，小可迄就拢淹水啊。金阁虎头溪阁有足侪单，未做即个护花，所以阮伫迄个前瞻计划就继续甲中央争取，所以中央就针对虎头溪，佮补助咱一条4亿的用地征收3亿，工程1亿的即个费用，伫迄个2月的时阵顶届迄个临时会已经垫付已经通过，所以阮进就开始办即个用地征收的先期作业参工程的设计。若是即个用地会当先协调会当互咱先做阮就赶紧来发包。原则上咱设计好用地征收好，应该是明年就会当来发包。另外，同款的议员选区的山上花园加水道博物馆的部分，目前进度如何？同款必须关心。对此，市府表示，看下固定古迹的修复工程已经进行到6成，而山上花园的部分，已经向文资局争取4000万的景观工程，预计后个月发包，年底正式开放。台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清境台南在地双子星三冠王有线电视公司，担负起企业的社会责任，时常开放着摄影棚，让民众免费来申请参观。伫咧上午，就有一群新丰高中学生前来学习着有关的电视以及录影的相关知识。新丰高中大传社团的学生总共40外个人，有1年啊，嘛有2年的学生。伫老师的带领之下，上午来到双子星三冠王摄影棚来参观，针对着专业的摄影棚布置、专业的摄影机基本介绍，以及备办绿幕的重要性等等，由着节目部的专业人员一项一项甲学生进行详细介绍。指导老师就是希望透过现场的体验，让学生会当学到更加侪知识。
今天真的非常高兴带领我新丰高中大传社的学生一起到我们双子星有线电视来参访哦。其实这一次安排这一次的户外参访，让他们来实际就是体验。其实大传社要学的东西很多包含我们电视、电影啊、广播包括活动的设计等等。那今天让他们实际来参访我们双子星有线电视，主要也是让他们能够了解我们电视的生态运作怎么做，然后最主要他们最期望就是能够自己坐上主播台，然后体验做主播的那种的一个专业这样子。那我也希望透过今天这样的一个户外参访，让他们实际体验，让他们在不论在理论上还有实际经验上都能够获得一些他们自己想要的。上主车三冠王制作团队即个嘛安排了一个新闻主播的棚内场景，让学生会当坐上主播台试看卖啊。即个来参访的学生，有的是第一届来，有的已经来参观第二届，嘛拢有无同款的体会。我之前也有在这边主播过，可是我觉得我今天的进步可能就是比较讲话可以比较平稳、比较顺、比较有条理。然后我觉得该注意的方向是眼睛不要一直去看旁边，之后是讲话速度可以希望再放慢一点。因为我蛮喜欢这次的活动的，因为你第一次来这种地方，感觉体验一下不一样的感受。以前感觉新闻就是很严肃，但是其实你们还蛮舒适，就是活络的应该。即个参访替学生带来实际体验，嘛，互因接触到更加多学校所学袂到的知识。台湾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歇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至晾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伫匈牙利大受欢迎，有匈牙利更勤王子称号的亚当佐治，即届首度来到台湾，并且要举办伊伫台湾第一届的更勤演奏会。这个消息也让侪台湾的音乐爱好者充满期待。亚当佐治除了举办演奏会以外，同时伊也亲入校园内底，希望让较侪学生会当去了解伊对音乐的热情甲坚持。亚当佐治来到台湾的第一站，就是先到东区的崇学国小，一入校门就受到师生热烈欢迎。亚当佐治这位匈牙利更勤王子也相当亲切，一甲学校的师生来做互动，并且翕相留下这难得的经验。因为是第一届来到台湾，所以对着一切伊拢感觉非常的新鲜、趣味，对着台湾的印象更是大大的娱乐。This is my first day in Taiwan ever, touring around the world for 15 years. I got to be here today. It's my first day, and it's a beautiful opening. And you know, the kids are very polite. The teachers were amazing joining us, and I think the story was inspiring for them. It's really nice. 匈牙利更勤王子亚当佐治，这届非常难得来到台湾，除了伫台顶分享伊伫咧音乐这条路的点点滴滴，以及维持对音乐热情的方式，互较侪学生会当了解。同时也运用到台顶的更勤，表演了2首的曲目，其中匈牙利狂想曲更是展现出伊高超的演奏技巧。But arts enriches your life a lot, and what I said to the kids today as well, pick something
pick something which is very different from what you do. And that's some additional thing will enrich your life, and not only your life, but it will help you to be better in what you're doing anyway. You know, arts can be a main direction of your life. You can be an artist, but you don't have to be an artist. You can be an amazing, accountant, mathematician, physicist. You can be in finance. You can be in law. It can be anywhere. You really, if you pick arts, it enriches your life. So my goal today was to speak to the kids. They're so young. It's elementary school. They're so young. To speak to them and inspire them to aim for more. Grab something else in your life. It's not just. The meaning of life starts really where you go beyond what you do every day. 这届亚当组织的钢琴演奏会4月22号在台南文化中心要做盛大演出，目前门票已经卖了，无抢到票的民众，亚当组织演奏完以后，会伫咧大厅办签名会，欢迎无票的粉丝来甲伊见面翕相。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嘉南药理大学文化艺术馆特别邀请到4位伫咧台湾专门工艺拢相当有名气的杰出校友。 包括银饰品、竹编、陶艺、甲手工编织的专家，将因的作品全部拢结合伫咧校园内底，共同来展出，要来带予学生更加丰富的创意思考。无论是充满创意的主编艺术，或者是做工有多彩元素的银饰品，或者是结合现代素材的手工编织。 也是坚持着自然甲健康作为出发点的陶艺作品，一寡伫咧每一个领域无共款的专家职人，全部拢是嘉南药理大学的杰出校友。即届因全部聚集做伙，就是希望家己的作品会当对学生有所启发，也希望互学生更加了解传统工艺水，甲结合现代化创意的完美配合。荣幸邀请到这4大领域的艺术家啊。 包括这个天冠银茂的苏建安老师啊，还有台南市竹会的张永旺理事长以及知思工作室的这个赖梦君赖小姐，还有蔡清瑶林董事长，这4大领域包括的是这个精工陶瓷，还有编织以及竹编4大领域。那么我们在学校开课的时候。 他们4位老师也都共同合作来开课，这个呢就是我们跨领域的这样子结合，而且他们每一个领域彼此可以互相合作搭配，让媒材能够合作，而且我们的学生可以同时领受到4大艺术家他们的这个艺术方面的一些成就。 增广我们学生对于这些艺术领域的认知。那么同时这样子的一个跨领域的结合，也就是我们在今年的高教深耕计划里面，我们强调的这个跨领域的这个课程的组成，也就是这样一个案例。其实我们也很多老师也都会有跨领域共同开课。 那么学生可以整合各个不同领域的课程让他们能够见识更广。校方表示，这个意犹未尽潮流展对即日起开始展出，伫咧嘉南药理大学文化艺术馆8月到8月拢开放予一般的民众会当进入参观欣赏。 嘛会无定期安排着专业的导览人员做详细说明，欢迎大家做伙来欣赏这4款传统工艺水。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为着要迎接即将来到的母亲节，为伫咧后火车站的百货业者也推出了侪优惠。除了有化妆品、家电的商品折扣以外，嘛有买5千送5趴，甚至是红利点数的回馈。 希望互每一位妈妈拢会当用甲更好，变甲更水。为伫后火车站的百货业者，为着要抢占母亲节的市场，将伫26号推出妈咪女王庆，侪化妆品、家电产品拢有优惠，专柜满5千送500，阁有13间银行满6千送300，甚至阁有满1千就使抽邮轮之旅，要互消费者抢便宜。
台南大圆百推出了高达17%的一个优惠啊，除了包含了全馆的5000送500，那在首6日呢，我们也推出了 Happy Go 卡再加赠200的活动啊。另外在整个13大银行满6000送300啊，家电的满万送1000，这是很基本的。那另外我们也推出了包含了1000块啊，可以参加邮轮的一个抽奖的活动啊，种种的活动，还有我们的 Happy Go 卡的一个来店礼活动啊，以及点数点点换送金的活动啊，都是非常的优惠的。在商品部分的话，我们除了提供了化妆品啊，还有家电的一些商品的优惠以外，我们今年也特别推出了SK90的运动品牌的联合特卖会，以及日本丹宁品牌的一个 Ride On 的一个特卖会，希望能够提供给消费者更多一个商品上面的选择。这届除了商品优惠以外，百货内底餐厅嘛推出侪侪母亲节优惠，要互来逛百货的民众会使一边买物件一边食好料。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长照2.0上路以后，卫生福利部陆续来修正法规，也让居家福建的职能治疗所愈来愈多。20号上午，台南第一间专门的居家职能治疗所也正式伫咧北区来开幕。创办人蔡正元表示，希望透过治疗所的成立，解决无多到病院福建的长者因所面对的困境。舞台顶的表演者拢是蔡正元职能治疗师所服务过。因透过这届幼城居家职能治疗所的开幕表演，展示治疗的成果。伫长照2.0上路以后，卫福部嘛修正相关的法规，放宽职能治疗所的设置标准。20号上午，台南第一间的居家职能治疗所嘛正式伫北区开幕。现场嘛来了侪侪中官贵宾共同响应。创办人蔡正元表示，资源无够的偏乡是伊服务的重点，希望会使透过治疗所的成立，帮助更较侪需要的民众。当初会开设居家职能治疗所，主要是因为我们医疗有非常多的一些不方便性，尤其是在一些比较偏远的山区或者是海边，所以我们幼城居家职能治疗所，那我们就是抱持着这样的使命，可以在偏远的山区或者是海边，把我们的医疗服务呢直接带到家里或社区，让我们的长辈的服务呢、身障的一些服务呢，不会因为就医的不便而会有一些不便的地方。那我们把复健还有把一些辅具评估带到家里去，预防延缓失能的一些计划呢带到社区去，希望我们居家跟社区的长辈大哥大姐们都能够身体更健康，延缓老化。居家福建甲病院福建上大的无同，就是治疗师会使观察民众的生活状况，亲像对房间行到客厅，伫厝里家己食物件，这拢是伫病院无法度完成的。正经伫社区的服务，会使互更较侪有服务需求的病人，透过到宅式的治疗，达到长期而且密集的治疗成效。台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天气多云，温度28度至31度，热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7级。真感谢你来收看到4月20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